聲稱呢間公司拖欠20幾個員工超過40萬元，2個幾月都唔俾回覆。咁結合最近嘅連續勞資糾紛問題，相關嘅團體認為事態嚴重，呼籲政府同埋勞工局重視問題。還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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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貼有還我血汗錢嘅紙張小棺材被抬到大門緊閉嘅公司門口，員工將聲討薪金嘅請願書貼喺拖欠工薪嘅公司門上。工黨人員表示，呢間公司自從5月29號叫員工停工之後就音訊全無，認為當中涉及詐騙。但係工程公司係嚟自香港，工人追討有難度。係40幾萬個拖欠薪金，由5月20幾號到依家都唔肯走數，電話唔肯聽。咁我哋已經嚟過同我傾過，佢話等通知，等幾次都冇音訊全無。張榮發聲稱，欠薪嘅工人大部分係本地人，公司同員工簽訂嘅合同工時為2個月，但係喺1個月之後就叫工人停工，亦冇出糧。若果公司唔給予回應，會向勞工局反映。工黨呼籲政府同勞工局能夠重視勞資糾紛嘅問題，唔好令到情況惡化。奧亞衛視記者梁家傑，實習記者謝欣如澳門報導。